微软 MSFT US 周日24日在世界通讯大会 MWC 上发布 HoloLens 2为其混合实境头戴式设备的升级版，显见该公司更加认定未来工作场所将更高度使用全息投影技术。HoloLens 两头戴式设备售价$3500，较4年前微软发布的第一代 HoloLens 商业价格便宜$1500。微软也提供每月$125的订阅选择。降价策略可让该款设备对微软的商业用户更具吸引力。混合实境或说实境增强 AR 技术是将全息图等数位图像投射到现实生活画面上的技术。微软 HoloLens 2的视野范围较前一代扩大1倍，微软称新版本比前代舒服3倍。HoloLens 2的其他主要功能包括实时眼动追踪、透视全息镜头、高通 Snapdragon 850处理器。HoloLens 2推出之际，适逢微软员工抗议公司与美陆军合作的争议，微软员工团体以公开信件向执行长 Satya Nadella 和法务长 Brad Smith 抗议，拒绝将自身技术用在制造战争和压迫的产品上。详见报道，员工发出联署信抗议微软为美陆军提供 AR 头盔。微软是陆力投资虚拟实境 VR 和实境增强 AR 设备的企业之一，其他包括脸书、FB US 旗下的 Oculus 也在去年秋季推出售价$399的 Quest 头戴式设备。新创公司 Magic Leap 推出售价$2295的头戴式设备。就连中国科技巨擘华为去年11月也向媒体透露，有计划在未来1至2年间推出 AR 眼镜。然而，这些设备的高价位是消费者望之却步的原因之一。根据调研机构 IDC， 去年第3季 VR 和 AR 设备销售量回弹上升，但在此前已连续4次销售量下滑。微软的策略一直是以愿意重金采购的企业客户为目标。更多精彩内容请至钜亨网连结。